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樂仔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書係一本寫俾所有媽媽嘅書。書名係當咗媽媽啦，更加要練習做自己，拋開對完美嘅執着，揾翻人生嘅主導權。作者係劉淑慧啦。呢本書唔係一本育兒指南，而係一本教媽媽點樣喺多重身份之中揾到自己，活出精彩人生嘅成長故事。作者本身係醫學院碩士，後來因為個女小米出世嘅時候嚴重缺氧，導致極重度腦性麻痹。佢毅然辭去工作，全心投入照顧個女。期間經歷過無數嘅困難同埋挑戰，要喺驚險關頭做出艱難抉擇，同埋面對作為 SEN 兒童母親嘅沉重壓力同埋自我懷疑。正正係呢啲經歷，令佢決定將自己嘅心路歷程寫出嚟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有同樣經歷嘅父母啦，同埋所有喺多重身份中掙扎嘅女性。呢本書嘅架構好清晰，分為4個部分啦，分別係咧，當母親教我嘅事，當太太教我嘅事，當女人教我嘅事，同埋當女教我嘅事。每個部分咧都透過真實嘅小故事，探討作者喺唔同角色上嘅學習與成長。喺呢本書嘅前言提到，好多女性成為母親之後咧，會不自覺咁將媽媽呢個角色無限放大嘅，甚至冚過自己作為太太啊、做女同埋自己本身嘅身份啊。佢自己都曾經係咁，為咗孩子奮不顧身，覺得所有嘢都要自己最好啦。結果咧，搞到身心俱疲啊。但係透過照顧腦性麻痹嘅女兒小米同埋阿仔小麥嘅過程，同埋自己媽媽嘅提點，佢媽媽學識放手，揾翻其他角色嘅重要性，知道一個唔係100%完美嘅媽媽都可以係孩子最適合嘅媽媽。首先要似個正常人，定係覺得好似個人啦？係作者喺書中一開頭就講到，佢個女小米因為嚴重腦部缺氧出世，一出院就拎咗本身心障礙手冊。佢一開始嘅目標係想透過復健同治療，令到小米咧係盡量似個正常人。但係過咗幾年咧，一個復健師同佢傾偈啦，問佢復健嘅終極目標係要似個正常人，定係要過得似個人？呢個問題就好似我哋喺香港，好多家長都好緊張仔女嘅學業成績，會報晒啲補習班、興趣班，為嘅就係想佢哋可以贏在起跑線，將來做好多正常人會做嘅嘢，好似入名校、搵好工、買樓咁。佢哋只係專注於達標，卻忽略咗孩子成長過程中作為一個人享受生活、體驗快樂嘅權利。作者意識到，一個生命就算有障礙，都唔代表冇權利享受有品質嘅生活。從此以後，佢對小米嘅復健目標轉變為將障礙咧係降到最低，練習過有品質嘅生活，練習過有尊嚴嘅人生。呢個就好似我哋喺香港，好多時淨係一味追趕成績㗎，追趕財富係，但係忽略咗自己精神上嘅富足同埋生活嘅樂趣。例如咧，我識得有個朋友，佢嘅仔考 DSE 好大壓力，咁身邊嘅人咧都叫佢專心讀書，唔好玩咁多。但係有次我同佢傾偈，佢話其實佢個仔最開心就係放學之後踢波。朋友最後決定俾佢個仔喺補習之後，每個禮拜踢1-2個鐘頭波，發現佢個仔讀書反而更有動力，成個情緒都穩定咗好多。呢個就係一個好嘅例子，講明咗俾仔女覺得似翻個人，比似個正常人呢係更加重要。第二，
學識放手啦，世界咧先能夠教仔女更多。書中亦都提到，作者曾經係一個極力想付出嘅母親，以為自己付出所有就能夠俾孩子全世界。佢過度保護小米，總覺得有爸爸媽媽、屋企人、老師嘅愛，小米就能夠幸福美滿。但係咧，小米同狗仔之間嘅友誼打破咗佢自以為最好嘅教養模式。愛寶呢隻狗醫生同小米建立咗超乎語言嘅情感交流，令到小米咧感受到友誼同埋被需要嘅快樂，令作者明白到，即使自己俾得再多，都俾唔到孩子全世界。真正需要嘅係放手，讓子接觸世界嘅，從世界學習。呢個就好似香港好多父母為咗仔女可以入到名校，會幫佢哋揀好晒小學、中學，甚至乎大學科系，希望佢哋可以少走彎路咯，人生路順風順水。但係咁樣做就好可能剝奪咗孩子自己探索、自己選擇嘅機會。我哋好多時都有讀書成績至上嘅觀念，好怕仔女跌親啊，好怕佢哋做錯決定喎。譬如我識得有個同事，佢個女好有興趣做 design， 但係佢父母覺得呢行冇前途，死都唔肯俾佢讀有關嘅課程。最後點呢？佢個女選擇咗去外國讀大學，主修自己有興趣嘅藝術，仲有自己嘅個人品牌探，講明咗父母嘅愛唔應該成為孩子探索世界嘅枷鎖。有時放手反而可以讓個子咧就成長得更好嘅嘢嘅。第三，從唔識到識嘅過程，我學識嘅係台雷人，唔使樣樣都做得到。人嘅價值本身就唔在於會幾多嘢。作者曾經係一個完美主義者，結婚生仔之後，凡事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，就連簡單如煎牛扒，佢都要求自己精進，結果都搞到自己好。後來佢老公王呢，喺完全冇煮食經驗嘅情況下，竟然呢成功煎出好好食嘅牛扒，甚至做埋西班牙海鮮燉飯啦。作者喺呢個時候領悟到，原來自己無需事事能幹啊，亦都無需證明自己好強。好多香港媽媽都係職業女性啊，返工要表現好，返到屋企又要照顧仔女，打理家務啦。好多時都會有一種 superwoman 嘅心態，覺得自己要顧好晒所有嘢，唔可以有一啲甩漏啊。例如我識得有個朋友，佢返工已經好忙，但係屋企所有家務，包括煮飯啊、清潔啊、睇仔女功課啊，都堅持自己一手包辦啦。佢老公提議請鐘點，佢都唔肯嘅，覺得自己做唔好啊，就係失敗，搞到自己每晚都做到好夜，最後仲頸椎痛，要睇醫生做物理治療。醫生同佢講，如果唔識得放手俾人幫手，身體遲早頂唔住啦。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，說明咗有時放手啦，唔係偷懶，而係俾自己同家人一個機會，俾其他人發揮自己嘅能力。雖然我冇仔女，唔係人哋嘅爸爸媽媽，但我學到，其實身為媽媽，未必需要追求100分，而係要學識平衡各個角色，放低對完美嘅執着嘅。如果你都覺得自己喺多重角色之間迷失咗，記得當你放過自己啦，係俾自己多啲空間同機會嘅時候，你嘅人生先係可以真正海闊天空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唔知道各位媽媽睇完有咩感覺呢？你哋又會唔會對自己作為媽媽嘅角色有咗一啲新嘅諗法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啦，分享你哋嘅故事同感受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節目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再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咯。
尤其係身為媽媽嘅朋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